继续来关心2017年的6月初2，因为超大水祸造成核电一厂附近房山2号机组来停泊，其中用伫咧防灾的这罗姆采购，向查出讲有误导的介质。这监察院就向台电来提出纠正，指出讲这台电内部有一个员工是长期甲误导来斗空，介入标案，这内部管控不周，有重大疏失。溪水拦着土石，金山的洪溪桥被大水冲断做2截。2017年的6日河大河祸事件，直接造成核一厂19个边坡有出电浪的情形。另外，还有2号机的高压电塔倒来。严过地即马，监察院委员是表讲，代志发生了，核一厂边坡地质灾害的救灾工作有牵涉到公务人员的备案。假性员工他收受贿赂，然后这个借势借端不是1年2年，他长达10年，那竟然就台电自己不知道，那这个负责政风的单位也没有去介入调查，是一直到有厂商被不法集团这个欺压。经过监察委员调查发现，救灾工作的罗姆采购案受4国民众主导围标，4届台电员工主办，严格办理过程却严重违反政府采购法的规定，涉及到普遍误算。敢若是采购案的绩效，就甲市面上的绩效差别甲2.5倍到5倍。另外，采购案办理的过程也无遵守公共工程施工品质管理作业要点，无台地工程专业的单位监督，有明显的缺失。所以我们希望说，台电公司不要因为已经到了除役阶段，然后就是松懈，就说一般工程该有的一些标准，就是一些规定，你还是应该要遵守，不能再发生这种舞弊的状况。检警调查发现，不法集团就是以天路明同心会金山分会4届分会会长带头，组成围标厂商的集团。在这期间，因布得协助其他厂商，4届员工就做白手套，自18年开始向厂商索取汇款，涉及到啉酒、应酬、收受财物。不过，台电公司对4届员工的异常是无做到廉政风险的评估，也无定期对风险职务做职务的论调，恐惊是监督不周的情形。那它得标的工程是属于电厂外的那个杂项的工程，它不涉及核能的安全项。那针对刚才提到的假性员工不法的行为，在106年台电公司发现异常之后，就立即调离相关的职位。监察委员也再一遍呼吁经济部应该监督台电公司彻底改进采购加经费编列的内部控制机制，若无公务机关会一再将这不法分子的目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